療進補方面，高麗參係大補元氣，太極參咧補而不燥。提參、高麗參、白參，佢哋有咩分別呢？我哋成日聽人講人參係全兩良益，特別係高麗參有咩好處同埋注意嘅地方呢？今日我揾咗下一位中醫，探討下人參嘅秘密。徐醫師你好 William 你好。近年來保健養生越嚟越流行，好多人都想了解人參呢種被譽為全球最補腎之一嘅中藥。人參咧自古以嚟咧都被廣泛攞嚟養生保健，咁而家咧喺西方國家咧都開始備受關注。咁人參除咗可以大補元氣啦、增進體力，亦都可以促進氣血循環，改善我哋肺脾胃，提高我哋嘅抗病能力啦，安神益智，咁亦都好適合用喺久病嘅人啦、衰老嘅年老人同埋身體抵抗力差嘅人士。而且佢個好處咧，除咗主要喺補氣行氣、養血活血嘅功能之外咧，喺調節血壓方面其實都有一個雙向調節嘅作用嘅。而小劑量嘅人參咧可以提升血壓，高劑量嘅人參咧就相反可以降低血壓。但係都建議所有服用西藥嘅人士咧，最好都係諮詢咗醫師嘅意見先。即係喺歷史上，同媒體上成日見到人參，知道佢哋身體好。但我都唔係完全明白點解佢咁補。而且世界各地有咁多種人參，究竟我應該買邊種呢？首先咧，人參咧喺品種同埋炮製嘅方式咧，去區分唔同嘅種類，而各種人參所含有嘅營養成分同埋對症用藥嘅上面都會有一啲嘅差異。咁所以我哋喺使用人參進行補身之前咧，都需要了解自己體質，跟住先至選擇正確嘅人參。而喺香港市面上咧，有常見嘅黨參啦、花旗參啦、東洋參，而韓國特產嘅高麗參咧係世上公認補身藥效最高嘅藥材，又被稱為百草之王。咁而另外高麗參根據炮製嘅方式咧，仲有適合作為溫補嘅太極參。仲有一樣嘢我搞唔清楚，就係我見到有唔同種嘅人參，例如紅參、白參等等，佢哋有咩分別呢？其實咧，呢一啲就係人參根據唔同嘅炮製方式咧，唔同狀況底下嘅稱呼嚟嘅。咁人參啱啱採摘嘅時候咧係鮮人參，如果就咁存放咧，大概只可以擺1至2個禮拜到。咁所以好多將人參曬乾或者係低溫烘乾啦。咁呢一種咧生曬參咧就會稱為白參，咁存放嘅時間咧就可以耐好多。而我哋市面上咧常見嘅高麗參，其實就泛指一啲經過紅參工藝製作嘅韓國人參。咁喺外觀上咧係啡色，切片之後咧入邊係一個紅棕色嘅。咁呢一種咧就適合咧用嚟作為大補元氣。至於咧同樣都係用韓國人參，用咗另一種特殊浸煮烘乾工藝，外表淺黃色。咁切片後咧內部呈褐色咧太極參。咁呢一個有補而不燥嘅特性，亦都好適合每日養生之補。而最容易令人混淆嘅咧，就係高麗參同埋太極參。製作太極參咧，需要更加精細嘅技術，所以市面上係比較少見，亦都比較少人去認識。就好似煮溏心蛋係難過煮全熟蛋。咁相對紅參嘅製作工藝嚟講咧，太極參嘅工藝水平係要求相對比較高一啲。原來係咁。不過老實講，我都有聽過人參有啲副作用，係咪有啲嘢要特別注意，然後以避免？另外，如果好似一般補溫咁，仲每日食少少人參，有冇咩產品適合呢？喺食療進補方面咧，中醫有大補同埋溫補嘅概念，而高麗參咧係大補元氣，比較適合氣血兩虛人士去調補。但係咧喺使用上咧，需要注意嘅係有一啲人咧就唔係好適合啦，例如係孕婦啦，或者係哺乳中嘅產婦、體質偏燥熱嘅人士啦，又或者係一啲服用緊三高藥物嘅人士。咁呢個時候咧，作為溫補嘅太極參咧就可以發揮佢個作用啦，因為太極參咧補而不燥，可以提供適當嘅營養同能量，
更加適合長期去進補。咁我會推薦太極參，俾多少少 tips 大家。人參咧唔適合咧大火去煎煮，所以咧用參片去沖茶、煲湯或者直接口含一片咁就 OK 啦。哦，多謝你嘅分享。